各位投資者請注意，默沙東 （MRK） 嘅重磅消息，最新第三季度業績雖然好過預期，但內情複雜，佢哋部分明星產品銷售未達標，而分析師雖然微調高目標價，但維持持平評級，並提到未來營運開支會加速。呢個係咪投資嘅黃金機會，定係隱藏嘅陷阱？我哋即刻嚟分析呢啲複雜信號對佢股價走勢嘅影響。從股價走勢嚟睇，Merck展現出穩健嘅態勢。目前股價企穩喺$86上方，高於50日同200日移動平均線，預示住良好嘅短期同中期動力。雖然 RSI 指標53.44顯示中性，但係佢同醫療板塊嘅緊密聯動，反映出強大嘅市場共識，呢啲都係其投資價值嘅重要支撐。Merck 最令人振奮嘅係佢嘅巨大內在價值。透過嚴謹嘅現金流折現模型計算，呢隻股票嘅合理內在價值高達$235。相比目前$86嘅市價，存在將近170%嘅潛在上升空間。加上11倍嘅市盈率同接近4%嘅可觀股息，呢啲都指向咗一個被市場忽視嘅價值窪地。再睇下財務表現，Merck 嘅盈利能力非常強勁。最新財年嘅 EBITDA 利潤率高達40%，每股盈利高達$6.77，營收年複合增長率達到7%，EBITDA 更達到9%。呢啲數字充分證明咗公司卓越嘅運營效率同穩健嘅盈利增長，喺生物科技行業中表現亮眼。財務穩健性方面，Merck 亦都表現出色。佢擁有1.15嘅速動比率，確保咗充足嘅短期償債能力，而負債權益比為0.8，處於健康水平。呢啲都表明公司財務結構良好，擁有抵禦市場風險嘅強大韌性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